碍事的家伙，差点破坏了我的阵法。哼，幸好只是来了2个人。这条路我已经布下了结界，按理说，普通的人找不到才对。可能是这个女孩真的有点灵力，所以穿越了结界，找到这里。上次让她吸走了我的力量，干脆除掉她，以免后患。等等，留着她。 说不定还会有点用。也好，邝牧尘肯定会来救他。徐总，徐总，雨桐。 你还真是碍事。怎么又是他？
是你来救我，也太没面子了。多怨你，别碍事。哼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些实习生还没有真正的死掉。天黑之前，他们毒会自动解除。不过，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，就取决于你了。 这里有尸神之阵，变异人的能力会增强，而你的会减弱。再不拔剑，你就会死的。我已经错杀了一个人，不能再让他们死掉。 中计了。如姬，沐尘，沐尘。 沐尘，沐尘，沐尘！你的毒素蔓延的速度好快。幸好那刀没有伤到要害，只要花点时间，我还能压制住毒素。沐尘，沐尘！ 妈妈，你快帮帮我！
大哥出事了，就在前面，快走！沐晨，沐晨，沐晨！居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幸好他不会使用。等等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别再节外生枝了，走吧。这可是杀邝牧尘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来断后，快走！雨桐，不靠谱，不靠谱！司雨桐呀，别走，小妞儿，再一个人。一个人呐，抢劫包留下，人可以走。还行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大白天的，有病啊你们！住手！呵，干他！怪物！走！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需要医治，愚蠢的人类，走开！可是你刚才救了我呀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走吧。滚！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奇怪，走就走嘛。奇怪，这个人的气息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？他伤得那么重，又被我们追杀一个晚上，说不定他已经死了。难道说的是他？哎，此次属下作战不利，导致赤焰下落不明，我甘愿受罚。我要的东西，你找到了吗？在这里。下去吧。
仗时没有把邝家人全部杀死，竟因祸得福啊！血月之夜，快来临吧！小心！怎么还是抖得这么厉害啊？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这次没能照顾好子昂和雨桐。他们中的毒很奇特，我需要时间来配药方。你来照顾他们。殷昊天居然派龙息来伤害我的儿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爸，既然变异人才是人类进化方向的话，我们不如就用 XT 病毒来救子昂和雨桐好了。XT 病毒只完成了一半，实验体虽然攻击力惊人，但是依然无法抑制对人体能量的渴望。我不想让子昂和雨桐都变成只会杀人的怪物。我也不想要子昂出任何事，可是爸，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对付龙息啊？我曾经提取过龙息的血液样本，发现他长期用毒，体内的变异病毒被抑制，超能力也出现了下降，所以他才为得到 XT 病毒而找人绑架你。难道变异人也可以变成正常人？匡天师高薪聘请我，就是为了研制病毒的血清。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，竟在龙息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。爸，如果变异血清研究成功的话，我们对付殷昊天就更有胜算了。我去找解药。龙息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了 ST 病毒绑架我也就算，为什么要杀我弟弟和雨桐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你弟弟和那个巫女是误伤，不过你想要解药的话，还是要付出点代价的。这是你要的。怎么只有1瓶？这是我们用200个变异人提炼出来的。
我们已经没有多的变异人可以用了。实验供体我可以搞定。你不怕被殷昊天发现？殷昊天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人，更何况你们隐瞒 XT 病毒进度的事情，他已经有所察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你回去的时候最好开车快一点，因为再过2个小时，他们就毒发身亡了。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过，眼睛红了，又有多久了？其实这